俄乌战争打到今天，无论俄粉们怎样哀嚎，大俄被炖已无悬念。重点是怎么炖，炖了以后世界会发生什么？这次瑞士和平峰会就为解决这个问题。会议向全球160个国家发出了邀请，其中预计有140多个国家会参加，有约90位国家元首亲临现场。参加峰会的国家人口占全球70%以上，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%，科技实力占据全球98%，外贸和技术市场占比81%，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。瑞士和平峰会将会出现第二个波茨坦公告，要求俄无条件撤军，赔偿战争损失，发动战争者将接受海牙法庭的审判。如果俄置之不理，那就是群殴，直到乌克兰境内没有俄的一兵一卒，无可置疑，这是美西共识。时至今日，根本没有和谈的可能。瑞士和平峰会将不再遮遮掩掩，将会彻底摊牌，成为世界阵营的分水岭。会后，世界格局将会重塑，包括参会国家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，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逐步取代如今的联合国。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，世界格局怎么变，我们一起见证。